好，非常喜欢今晡日欢喜来个节目。今晡日啦，乡亲朋友来小解读突然一见哦，你讲伊有名嘅舞团哦平壤舞习哦，但是舞团有意思哦，佢跳嘅风格动动无强，有芭蕾，有民族舞蹈，唔但係用呢佢度推翻表演嘅喺度，外國表演嘅也喺度推翻好綜合嘅地方嚟表演。你先嚟看一隻短片，等下再好好嚟細講。哇！大家看到安陽嘅舞蹈嘅短片，咩詞都非常嘅精彩，大家來分享了解舞團嘅團長，你來分享給欣賞了團長雅萍欣賞分享，歡迎老師。大家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平音舞集的葉老師，歡迎老師哦。其實老師是這個團的團長，是對，然後現在在裡面教舞，也是老師。對，老師，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畫面，好漂亮哦。对，那是在法國演出的，對不對？對，我們這一次的8月9號到8月28號，在法國曲岡做這個演出，這樣子演出《安菇貴》。安菇貴，剛才看到，其實剛剛看到那裡面的畫面的時候，我們就覺得，像秀琴哈，秀琴沒有看到也是被起到過，哇，他可能有點特別，為什麼呢？因為佢講過哈，因為你民俗嘅每套都對不對？他去跳嘅主題咧，順跳嘅時候咧看到講嘅是你嘅風板哦，所以其實剛才看到那個畫面，我們會覺得有民俗舞蹈的味道。對對，可是事實上好像又不是這麼簡單。嗯，裡面其實我融入了有就是民俗舞蹈的傳統的，就是說典故。那其實也帶了有芭蕾舞的部分跟現代舞的編創手法，在這個風板裡面。對，在這個風板裡面哦，對，老師真的學得很快哈，馬上就知道該起說風板哈。對，老師剛才看到的時候，因為一般我們觀眾朋友看到的時候，就會覺得說那個風格看起來有民俗的味道，是因為那個服裝都是自己設計的，是對，有民俗感，對不對？對。但老師說你要注意看哦，那個身段裡面其實是有芭蕾的身段在裡面。對對，所以老師可以好好來介紹一下，其實。好，那我來介紹一下，就是說我們安菇貴的部分。其實我們在104年去年的時候11月13號，我們在桃園的文化局做了就是風板的這個演出，也就是閩南的安菇貴，做了這個部分的演出。那其實安菇貴主要代表的部分是，就是我們傳統的女性啊，在做的就是揉麵的揉那個面團的部分，那裡面其實包了一些餡，就是可能紅豆餡啦、綠豆啦，對，還有就是說花生餡啦，對，這是很好吃的。那我透過就是生活的這個過程，讓所有的民眾了解什麼叫做風板或者是安菇貴這個部分。
那在这个创作动机里面，其实在有一次我带小孩子去吃麦当劳，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动机，所以让我去做这个创作。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以前传统的可能每个家家户户或者大大小小都知道什么叫风板跟安国柜，对，所以我就想说透过这个的想法，然后透过创作舞蹈来做这个编创这样子老师就觉得说土能神音去素食店吃东西，会觉得说现在大家都吃素食，是对，好像对这东西很熟悉，可是一直在我们生活里面，富裕中宠扰的很重要的一个可能米食这个东西，可能小朋友还没有那么熟悉，搞不好看到了，他说妈妈这是什么？对不对？对，其实我在一些就是在创作过程，其实到一些就是乡下去做一些推广的时候，其实他们都知道什么叫安国柜，他们也跟阿公阿嬷，就是说婆婆他们去做这些的制作的过程，对，他们也是很开心。对，所以其实大家走在看到哈，心脏该无痛吼，短爱短片，大家看到一些很美奇都唔够呢，觉得怎么才短短的，好想要看整个舞马哦。对，为什么？因为刚才那短短的画面里面，旁边就写着它其实是一个祭祖的桥段，对不对？所以他讲的也是我们的民俗文化。那第二个呢，老师有特别强调说，你有看到给收纳还是什么吗？手拿的是什么？其实是一般我们拜拜的那些金纸。对，所以老师我觉得很有趣，安妞来舞马哈。我自己看了是很有感觉，可是我想到国外去演出宣传的话，应该感觉更不一样。对，我们这次8月9号到刚去做这个演出，对，其实他们对我们的这个就是作品的桥段，他就就是很好奇，为什么你会拿那个剪纸的那个安国柜来形成？他们也就是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样，然后他们也会问说，那请问一下你手上端的那是什么呢？我说就是我们台湾传统拜拜的部分，其实就是跟他们法国人可能就是去基督教啊，教堂对，去点那个蜡烛的部分，对，是一样的意思，只是方式不一样。对他们喜不喜欢？他们很开心，很喜欢，很喜欢。因为你想想看赌法规啦、欧洲安用改规噶这样的国家，其实老实说，对于艺术欣赏来说，他们其实是他们生活里面好像吃饭一样，是对他们看戏、看表演、看舞蹈，就像我们每天时间到了，有没有乡下的那个妈妈就6点哦要吃饭了哈，好像是一样的平常。可是他们应该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舞马，因为他们看芭蕾其实看很多。对。哇，每天都，他们几乎你要看，他们每天都有芭蕾舞蹈可以欣赏。对，可是他们看了老师的舞蹈里面很有趣，他们可以看到芭蕾的身段、现代舞的手法，但他还是看到民俗的概念在里面。对，尤其看到那个服装就不得了了。我的心情是这样啦。是，我们自己看会觉得说，有民俗感蹦给，如果外国人看了就觉得，很不一样。那个扮相他们就觉得很喜欢，很特别，真的。所以那个谢幕的时候应该是掌声如雷。对，所以那舞团的团员们去到法国表演，也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交流，对不对？对，其实很开心。其实我们在那边去刚这个单位，他接待我们的时候，其实，在他们的就是接待家庭的里面，每个家庭里面都插了我们台湾的国旗。哦，真的？对，所以这其实我觉得到了每个接待家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开心的，好温暖，好温馨哦。他就把我们觉得说这次的演出是很重要的。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对，所以从刚才安永改狗仓地图台大就可以理解到，老师的舞团其实是融合了各种不同风格的舞团的一个舞团，对不对？对，好，因为老师自己。而且老师自己也到香港去习武，对不对？好，是习舞蹈，不是习武术。习武，对，所以老师这一个在刚才看到的那个舞马，是不是也有请香港的朋友舞蹈老师帮忙？应该这样讲。其实我们明年的话，就是会在那个应该今年11月13号，我们在桃园文化局有一场演出，叫《老街风情画》。对，其实主要也就是在讲，就是桃园的就是桃园的那个老街。那其实，在50年代的巴洛克时期的这个部分，然后去做这个部分。是。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我跟香港的这个街舞团，其实常常就是做配合有交流。对对对，大概是。所以也会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我觉得这也算是跨界的一个合作。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交流里面，比较容易看到不一样的灵感跟不一样的火花。对，好，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不断的交流跟不断的教学相长。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一直不断的精进，不断的上升，而且给人家不同的艺术层次。对，这样子刺激的话，出来的那个作品会更有想法。这样子真的，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其实我们从那边得到一些刺激，我们也刺激他们。
对，是不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对香港跟台湾不同的文化。你想想看，有谁挑不会挑风板，对不对？其实是透过一个这样的概念，而且它也跟女性议题有关。对对对，是不是？因为以前我们总觉得是女性在厨房里面做这样子的食物，对，做板的部分，做板，对不对？所以其实它也跟女性的议题有一些关系。对对哈，所以用亲朋友，刚下看到的是喺度法规界短短让片界让出读安永界歌唱地度大家慢慢就會了解，讀突然安永界而唔同嘅，其實佢哋有安永界跳舞嘅內容，佢哋唔同嘅風格係安永嘅。咁個其實佢哋就很好到冇強嘅事情，我就啲老大家都歡迎向場，大家先聊下，等下當就來。今日都歡迎到啲繞牆度讀突然來嘅舞團嗬平影舞集、平壤舞系嘅團長欣賞來到兩片，然後大家的小改。上段節目大家有講到哦，也看到去到法國這個地方表演，然後現場的觀眾回饋很熱烈，也很喜歡，因為這是一個不同的文化交流。對，我覺得對。整個台灣來說，當然也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國際交流，一種不同的文化分享。哈，不過回到這一段，其實老師剛好提到，你們有下鄉去表演。對。我再提一下，就是說我們在今年的9月18號在展演中心2點半有一個客家新花布琴的演出。是，對。那其實客家新花布琴主要講的是客家的部分，在講生活，客家整個生活的整個過程。主要部分其實創作的過程當中，其實在講說其實桃園的龍潭有一個三坑老街，對。那其實我常常去那邊玩。那其實，在那個街道上，其實常常很多民眾在這邊騎腳踏車啦，那很多一些婦人在那邊就是說洗衣服啦，用棒子吹拂。其實我從這個生活的過程當中去截取這些靈感的部分。那其實，在裡面，其實他們在那個三坑老街那一條街上，其實他吊了很多桐花，就透過那個桐花來講了一個就是男女之間的客家新花布情的故事，愛情故事嗎？對，愛情故事。好浪漫哦。繼剛才的風板的祭祖過後呢，對，回到這邊的話，就是有一個那個愛情的故事。對對。那就提到就是說，其實我們在這一次客家新花布情的創作過程當中，其實我們把這個客家新花布情帶入到了偏鄉的小學去做這個的演出。是。那其實在這個藝術下鄉的部分呢，其實我們做了2年的部分，已經做了2年。對，做了2年。那就把客家新花布情的今年的部分，我們這個作品做個作品嘛，對，帶到學校去做這個推廣。對，在今年的9月2號，其實我們到了大岡國小。哦。那我來提一提，就是說，其實我們怎麼去做藝術下鄉的這個整個過程，這2年的部分這樣子。其實，我會做藝術下鄉的這一塊的起因，是因為有一個就是說，應該是說桃園的善人，也就是國巨洋傘董事長，他讓我覺得就是很特別。那有一次我就去看了他的就是說洋傘公益秀，然後我覺得為什麼他會去做這些就是說善舉的動作，我就覺得我就對他很好奇。好，那有一天呢，我就在有一次的就是聚會當中，我就跟他提，就說為什麼你可以去做這個的，就是說推廣啊這部分。我想說我們舞團可不可以跟你做這個，就是結合去做這個動作？他說好啊，可以啊。那我們就開始做學校的這些推廣。是。對，然後就每年的演出，我們就會到學校去做，就是說做作品，對，做表演，做推廣。那整個學校的部分就是很歡迎我們，然後他們小孩子也跟着我們一起動起來，這樣子。對對對，對，因為其實公路聊天也是因為我們欣賞說，現在學舞的孩子多不多？老師說，其實現在比以前多很多了。對，為什麼呢？讀跳白，可能用盡朋友改西腿，然後還改西腿。那時候覺得學舞是一件好奢侈的事情，不是那個年代，尤其以前更務農的年代。然後再來就是又會有城鄉差距。對，城市跟鄉下又不一樣。對，以前的年代，務農年代會覺得，哇，你學音樂，你學鋼琴耶，哇，你去學跳舞耶，對不對？好棒。但現在當然不一樣了，因為它其實除了藝術的層次之外，它也是另外一個肢體開發的一個課程。對，但是老師現在還是有一點點城鄉差距。
是，其实还是有。其实比较偏乡的小孩子，他们接触艺术来讲，基本上还是比较辛苦的。是，所以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交通来到就是市区，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到偏乡去做这个的，就是说推广这样子的部分。是，所以老师他也准备了一则短片呢，是欣赏来留言呢做个你哈。去到种下去推广，用来乌托帮小朋友来分享。今年呢，到两片啊，绕墙来乡亲朋友看下来看一下短片。好，乡亲朋友看到的是线上改舞团戏的，某种改提供了推广改一张谁改短片。老师刚刚看到短片，不只是表演呢，你们还教小朋友玩游戏的感觉。对呀，就是很开心。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下乡的部分，其实设计的就是就是表演我们的作品，对，就是我们的就是客家新花布琴的片段的部分给小孩子看。那也相对就是跟那个就是说所有的全校的孩子就是一起做互动，连老师啊、长官、主任啊也一起跟着我们舞起来了，这样子很有趣哎。刚才看到有没有转帕子？对，老师那个很难吧？其实还好啦。刚才有一个转的很好的，我说哇，那个转的很好，老师说那个是老师。对。所以小朋友也玩得很开心。对，大家都动起来。对，因为像我就没有转过帕子，刚刚看到那短片，自己还蛮想来尝试怎么样转帕子，可那也是民俗舞蹈的一个部分。对，所以老师这样子的一个下乡过程，收到很多小朋友的回馈哦。对，我收到很多小朋友的就是寄来的卡片呐，对，然后写的一些很开心的话语这样子。对，现场就是老师带来的。对，这些就是我带过来的他们分享的这些就是他们的感想这样子。对，而且老师这对你来说应该也是不一样的鼓舞哦。对，其实我觉得他们给我这些回馈，就是我最美的回应了这样子。对。这怎么说呢？你想想看，你带了整个舞团到法国那样的一个国家去做表演的时候，那些现场的法国朋友给的回应，跟你下乡到这里小朋友给你的回馈，那种质感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其实在，我们法国做这个演出的，就是安国贵的这个演出的部分，其实他们会在演完之后，事后会跟我们做一些合影啊，然后会跟我们就是说一些拥抱啦，觉得说我们的作品非常好这样子。而在我们在台湾的桃园的这个偏乡小学里面，其实他们可以给我们就是给我们最美丽的写下来这些字，然后这些的回应跟这卡片的部分。对，我觉得意义不同。对，你到法规体走表演改时间，你其实是呈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作品。是对，然后别人看到说哇，这是一个很棒的作品，大家鼓掌。可是你到好博一个好重下改提供你走表演，其实你给他们的是他们可能如果老师没有去，他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是这样的一个刺激，对，或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滋养，这有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的路途。对，因为熊贤聪又叫动等音下改卡片哈，台大又看到熊俩，这个是什么呢？来看到的世界，我就觉得说，这个老师真的很有心这个就是一张封板嘛，对，看起来就是一个封板，好像很可口的封板。但老师，这个封板是你们做的吗？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其实这个是用买的，对，对。然后其实上面印的这个部分就是那个安菇的部分，对。然后但是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特别让乡亲朋友都分享来？因为台大一口噔，小朋友就会在这个上面写封板上面写一些不同的
感谢的话，对，祝福的话，对。然后我这后面是生香文教关怀协会的理事长林明志理事长写的，对我的祝福。是老师，你那个借我一下。好，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我是觉得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哈白卖风白，这可能有卖好台扎一点，买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一下这个理事长写的字，这样密密麻麻的，有没有？很像蚂蚁一样，读都读不完。代表是因为他感谢的话，非常感动，杠出动气。如果聊到风板铁死了，所以下罗聊偏哈，哇，可能不够理事长分享他对老师感谢的感觉。所以下次这个风板呢，就要买大一点。不过这就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他就写亚萍老师您好，对，然后感谢再感谢，对我想这个就是对我们的团长对我们的老师一个最直接的一个鼓励啦。对我的感觉是这样。以前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哪有什么舞团来演出，没有什么舞团来表演，可能我那个年代对。然后如果能够被老师选上，有没有那个学校那种整个年度的那种1年1度的那种所谓的同乐会，能够上去耍个几下彩带，就觉得好像很了不起。对，那个年代。然后以前有个老师，他很会耍那个彩带舞，刷着刷着就觉得哇，就那个老师真的好了不起。对，所以我觉得木棒跳白改西头，就算系了下改西头，安用做对，当到学生来讲，其实系非常非常有意义噶哈。不过咧，其实舞台台上系安用改舞马停停，佢很有当到改让出来，大家咧分享，请大家聊下，等下再来。东非走的绕墙的欣赏了朵聊评，然后大家对小改给舞团，然后给舞团改作品哦。在上段节目我们提到老师其实下乡去，刚才也看到短片，然后也看到卡片的回馈，对。可是其实有一个还很感人的部分，就是后来老师有收了2个偏乡孩子在舞团里面，对不对？对，我提一下，就是说偏乡这2个小孩子的部分，就是我在这20场的艺术下乡里面，其实里面主要在生乡文教关怀学院他们的扶弱的部分，就是说可能弱势的小孩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20场的艺术下乡里面，其实我们挑了2个小孩，这2个小孩基本上其实他们可能就是没有爸妈，可是他们就是寄养在一个家庭里面，对，然后那寄养的就是说就是他的阿姆就会接他们来我们团做排练做上课，那其实他们也很开心，然后他们有这个机会来跟我一起做这些共享这样子。那在这次我们客家新花布琴，他们也会一起上台做演出，他们会一起演出，对，哇，那他们很兴奋哦，对他们很开心，从来都没有想过，本来只是来看看表演，没想到连下走得几盖跳舞，几盖练舞，然后还可以演出，对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层意义，对，我想这也是对，这也是老师自己没有当时2年前没有想到的事情。对，对。不过讲到聊片呢，其实基本上到台港的小改安都改作品，有一部新的作品要跟大家分享的。老师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有先透露一下老街风情画楼盖凤青法，这也是跟老师在桃园这个地方有关。老师，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作品？其实老街风情画主要讲的部分就是说在大溪的这一块的就是地区呢，其实生活人民的生活的部分，其实也带到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些可能。50年代啦，一直到至今的整个的演变的这个过程，对，那里面其实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里面，其实也跟香港街舞团去做的这个配合跟演出，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在用比较比如说也是有民族舞蹈的部分，对，然后可能也有老师说的一点点现代舞的质感在里面，然后讲的是在台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我说的是比较地区性的那边的一个文化，就像老街、像大溪那样子的东西。对，其实应该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编创，其实也用中国舞的部分，那其实带了芭蕾跟现代的创作的主要的那个风格在里面。对，那在这个老街的故事，其实主要在讲是说，其实老街那边在大溪老街其实有一个叫李腾芳的一个古厝，那我们透过李腾芳的这个古厝，其实他去做了这个的就是编排跟创作。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50年代我们在讲究服装的这个部分，其实会走到就是说可能那时候的旗袍啦，因为在老街那个部分当中，其实住的都是一些商人，都是对洋房啊，所以大家我就会去探讨说，在那个过程的在这个创作过程的这些故事的各部分这样子。老师那还蛮考究的，对，好，对不对？因为这跟我们演时代剧或是拍时代剧是一样的，你要有那个时代背景的样子，对不对？所以从服装上
上面开始，有时候这个很精准哎，这个有时候一不小心弄错了，反而会弄巧成拙哎。对，所以其实还蛮辛苦的。对，然后像老师刚刚讲，从50年代开始读台海盖章楼盖地读，我现在知道我只知道那边老街有很多在卖豆干，是这样子。然后而且是不是还有卖一些？就是因为我们传统习俗，像拜拜啊，他们会有一些神桌、对，会有木制品啊，对不对？在那个老街里面，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台大问题去桃园要去哪里玩？你来不了，其实大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对，其实是不是？是，其实他们老街上面还卖一些铜碗啦，其实我们也把这铜碗的，就是他们小时候玩的这些东西，也编入我们的作品里面。对，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都突然地来去到大溪老街那边，其实说实在的，你看到铜碗，你看到豆干之外，我觉得就像老师讲的，其实你要感受的是那里的风情。所以老街风情画也是这样子，那你重新回到那个年代去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氛围是什么？是，我觉得这也是这一部作品里面老师最想要告诉朋友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老师其实现在居住在桃园，对不对？对，所以这是一个桃园的舞团，你想想看，马上就把桃园地区的这个文化直接从舞马的一个这样的作品直接呈现给观众朋友。对，所以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时候演出，要在哪里演出？好，我分享一下，就在今年的11月13号，在2点半，在文化局里面就演出这样子。好，所以乡亲朋友共同安要不要起到动手一款吗？嘿，老师其实有帮我们带来短短的一点点的小作品，对，想说这样先让大家先睹为快哈。好，所以乡亲朋友你俩给来看一下。这边有俩看到的是嘿，你楼盖凤青法盖，真的是先让大家先感受一下那个气氛哈，先睹为快一点点的那种小片段，就真的充分可以感觉到。老师刚刚那个衣服就是老师讲对不对？其实是考究对那个时候的旗袍的那种质感，对不对？不过呢，杜良哈先让兄弟们有改改来搞一下，我们给的好，我们先赶快再强调一下，我们下一次的演出是11月13星期天，下午2点半，杜突然文化Q改演艺厅里面演出，然后是售票演出，他刚才讲有兴趣走在一起卖票，在哪里买呢？2厅院就可以买票了。对，其实不会很难，对，所以在桃园地区的朋友，很容易对安永改东西，你有一点点兴趣，你以前知道或是现在才知道，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对，不是桃园的朋友更要把握这个机会，赶快去看。所以11月13星期天，下午2点半，赌投然文化 Q 改演艺厅，好，而且我刚刚问老师，老师就这么一场，对。就这么一场。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找场地也不好找。对，很早就要 book， 很早就要把它定下来了。对，所以我们想说，老师怎么才一场？不过没有关系，如果他受欢迎的话，老师会不断的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分享。好，那刚才看到是老街风情画，可是这边我好好来问一下老师。其实老师，大家在讲舞蹈的时候，衣服很重要，舞蹈很重要，剧码很重要，舞码很重要，内容很重要。其实音乐也是。对，其实音乐也很重要。是，因为刚才听到那个音乐，我就觉得，因为今天几段短片看下来，在音乐的挑选上面，老师也是特别用心。
对，其实我还是会尽量去找一些，就是说可能当地的创作者，对，去做这个的就是说编排的这个部分。那我分享一下客家新花布琴的部分。其实我在里面挑选了大概有4首的音乐，都是客家的部分。是，对对对。例如说可能花树下啦、天空落水啦、月光光啦、乘船歌啦，这都是就是客家的典故的的作品的部分。对。那在老街风情画里面，其实我比较多都是用比较现代的音乐，对，去做这个创作。而且我们在第一段看到在法国表演的那个风板的那个舞马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是不是有邓雨贤老师的作品在里面？对，也有，对不对？哦，那真的不得了。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结合起来，然后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艺术作品。好，所以老街风情画段算是老师今年在11月有一个盛大演出，在舞团里面，我刚问一下老师，最大的孩子几岁？老师说哇，最大的已经大学了，对不对？对，其实也有就是比较年长的老师也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一台的演出，对。所以哈，你想想看，老师的舞团哈，动谁来谁印度，动台改台谁印度又的地不多哈。今天邀请老师来到这边，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这么努力的在推行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让我们所有感兴趣朋友，其实这些东西距离我们并没有很遥远。对，就在身边，对。然后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多多去看这样的演出，多多去看这样的表演。其实透过这样的演出，透过用改表演地图，其实你走在杠树的某种改文化艺术。更重要的事情是，其实也培养自己的欣赏能力，对，哈，跟艺术接近的一个机会，哈。所以今天多聊比充改感强，你改欣赏多聊片，哈。所以呢，我们短短的20秒，再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哈，11月13號。禮拜日下晝2點半，桃園文化協會演藝廳有賣票嘅演出，大家去2廳音樂室做啲賣票，所以今天非常謝謝老師，謝謝主任。好，聽眾朋友咧，等下嚟聊下，睇你線上做唔同嘅。